復活節有假放，諗住去邊度玩？不如搭永東巴士去中山玩。喺中山好多精彩活動等緊你，客家土樓食客家菜，中山影視城打卡影靚相，孫中山故居了解歷史，尖園上嶺南園林，紫馬嶺親子樂，格子空間，鹹水歌公園嚟個文青之旅，新豐道口睇日落食海鮮，14村夜市掃街。中山美食真係多到數唔晒，鮮嫩多汁嘅乳鴿，肥美鮮甜嘅脆肉丸，熱辣辣嘅煲仔飯，樣樣都令人流口水。中山線每日由香港15個站點出發，經深圳灣口岸同深中通道，來回42個班次直達中山5個站點。中山坦洲線每日有8個班次由香港6個站點出發，經港珠澳大橋，直達坦洲街景康城。去中山梗係搭永東，即刻上永東售票官網預約你嘅開心假期。